TVB 花旦唐詩詠喺2022年同無線約滿離巢，近年咧佢亦都揀喺熒幕上面減產。近期咧佢仲同朋友合資開咗一家日式吐司店嘅，升級做老闆娘。除咗自己做頭生招牌努力宣傳之外咧，喺開業當日咧佢邀請唔少藝人現場捧場㗎。現時吐司店生意好好，每日都排長龍，人氣火爆。此外，離巢無線後嘅唐詩詠早前咧曾經過檔開 TV 拍攝旅遊節目嘅，日前佢就到韓國拍攝該台嘅旅遊節目《韓國邊忽好》。連日嚟，詩詠仲不忘喺社交網分享拍攝花絮照。琴日咧，佢更加喺社交網宣布結婚，睇到唐詩詠着住唯美婚紗出鏡，惹嚟網友猜測佢好事近。咁唐詩詠仲發文呢，就係 Who are you？ 去到韓國點都要試下電頭髮，化個韓妝去影相，攝影師會幫你擺造型。搖身一變呢，韓劇女主角嘅感覺咧就出嚟啦。攝影團隊都話我溫柔咗好多喺呢張相入邊啦。從詩詠晒出嘅相咧，可以睇到咧，唐詩詠電咗一頭捲髮，好有韓妹嘅感覺。咁此外咧，佢仲有一張戴住頭紗嘅婚紗照，雙手攞住花束，對住鏡頭甜笑，十足像待嫁新娘。唔少網友都留言大讚詩詠好靚女，仲有人留言恭喜詩詠要嫁人啦。現年43歲嘅唐詩詠效力無線20年，喺2022年9年啦，係約滿離巢啦。咁當時咧，唔少人咧都對詩詠嘅離巢咧感到震驚嘅。對於離巢原因啦，係唐詩詠係曾經接受採訪指自己喺2017年首奪視后後已經下定決心計劃離巢。佢指自己好中意演戲嘅，咁但係覺得咁長期拍落去，覺得自我冇突破呢，因演嘅角色都差唔多啦。而佢亦都喺離巢前努力工作，狂拍劇，感覺係自己儲備更加多嘅積蓄，為日後做打算。兼及唐詩詠啦，相信大家都記得佢曾經被封為最佳女友，係唔少人心目嘅理想型女生。感情方面呢，唐詩詠入行之後呢，承認過3段戀情，包括入行初期曾經同余文樂合作劇集傳出戀情，最後分手收場。咁之後咧，唐詩詠同崔建邦啦喺2005年合作節目拍拖，但係男友被媒體踢爆多次夜蒲偷食，負面新聞不斷，兩人經歷咗多次離合，最終喺2014年正式分手。而多年之後，唐詩詠曾經喺節目分享呢段不快經歷。2013年，唐詩詠同洪永城因合作劇集《再得有情人》給予結緣。2015年公開戀情。但好遺憾，呢段戀情僅係維持2年啦，最終因為意見分歧咧喺2017年啦分手收場嘅。但係兩人再見亦都係朋友。此外咧，唐詩詠仲曾經傳跟年賺千萬啦，被指坐擁3億身家嘅教育界王力宏、陳思銘傳出緋聞，但係兩人都從未承認過戀情。最後男方仲澄清兩個人從未一齊過。單身7年嘅唐詩詠喺娛樂圈中人緣甚好，咁身邊唔少好友咧都有向佢介紹男仔啦。近日張希文就透露曾經做媒俾唐詩詠介紹外國男生，但係詩詠覺得外國人難溝通，最後都婉拒介紹。咁最後咧亦都祝福詩詠啦，早日揾到佢嘅另一半啦。